是的，现场各位媒体朋友们、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光临我们今天公共电视与公视台语台共同举办的时代之苦力的记者会。让我们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苦力男儿组，我们的蔡昌宪、黄维兴、顾子成。是的，那现在要开战哦，我们请大家可以。欢迎随时提出各种动作，那一边做动作，我一边介绍一下。刚刚根据私底下的消息，他们3个人私底下的激情已经超过了友谊了，嘿，会亲密一点，亲密一点，鼓励，哎呦，哎呦，来，我们看中间哦，先看中间一下，来，中间好，接下来我们3位主角的左前方一点点哈。好，来，再来我们的3位主角的右前方一点点，谢谢。然后再来苦力有没有一点苦力的动作要展现一下？胸肌、腹肌有没有？大背肌有没有？哎呦，嘿，看出来！啊，赞！那有没有展现一下？有没有力拔3合？不要靠那么近的，有没有后面背板？哦，可以哦。哎呦，我是讲力拔3合，我给它整起来哈。好，来，动作开阔一点，我们背板比较大，嘿，对，动作开一点点，嘿，来，重一点，嘿，对，哦，看到黄文兴的胸肌了，哇，来，一样哈，前面，一样，我们的左前方，那现场的朋友哈，欢迎手机拿起来用力拍，想要直播的也可以啦哈，再来我们的右前方。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昌宪这一次的角色是论气啊，也就是我们的灵魂曲。那我们的文心呢，它是我们这一次的明华。那我们的子纯这次是清风。好，摄影大哥还有什么？好，来，左边。摄影大哥朋友还有其他的动作要求吗？不然我们要换下一组出来见客啦。好，来，我们首先先谢谢这3位，感恩，谢谢男主角，旁边，对。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坚毅女性组啦！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田雨安，就是我们的宜家，再来是我们的林文怡，再来是我们的白嘉琪，掌声欢迎！水啦！子纯，我们的昌宪跟我们的文心，文心来，我们6位一起拍个照，你们可以。交错站好吗？交错，一对站好了。来，一对站哈。不会，赶快拍哦！这个笑容过了就没有了，嘿，最萌身高差。而且你有看到昌宪只敢把头抬45度吗？因为有些地方不好意思看。来，好，我们看完正前方了哈，我们接下来稍微往左侧一点点，我们的左前方，对，好，左前方，对，大家呢一边拍我一边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的右前方，现在看到了3对主角呢，他们在剧中呢都是苦练悲练、凄练，到最后呢有没有修成正果，这非常的勾引人心，希望大家呢。一步一步给我们看下去，就可以知道最后的结果啦！来，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什么特别的？刚刚哪边没有拍到的吗？好，那谢谢。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坚毅的持家父母组，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杨烈烈哥、张琼芝姐，还有我们的蔡安浩哥还有我们的谢崇轩姐。他们在这出戏里面串起了台上鬼迷之时还有我们的林珊，自己先找好自己的家庭，是不是？还有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林珊、韦玉荣、陈千文、吴凡大哥、耿慧珠、廖景德、董继兴、萧敏贤、许纯月、林一茜、李国珍。周守宏、刘兆敏跟郭思雨，来，水，我们男生对，往前跟，那我们后面的这一排
来，可能稍微弯一点点。来，哎，稍微弯一点点哈。再靠近一点吗？好，我们再往背板中间靠一点点哈，侧身一下。哎，稍微好，来，我们看一下正前方。好，我们比个这个好不好？1、2、3、1、2、3，可以。嘿，看一下正前方。好，接下来我们稍微看一下你们的右前方，左前方，抱歉，左前方啊。哎，左前方。然后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右前方，演员们的右前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欢迎我们的导演李岳峰导演。我们的导演站在正中间，请那个导演站正中间哈。来，然后我们再合照，来，我们麻烦前排的演员们再。好，来，靠近一点，不好意思哈。好，来。好，来，我们看正前方哦，比个赞。赞。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哎，对，演员们的左前方。然后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剧呢，在我们的本月的7月27号晚上，礼拜六晚上9点到11点，在中东电视右前方啊，拍谁？好，来换右前方。我想讲要做刚胸红包嘞。还有没有摄影大哥没拍到的？还有中间有举手了，我们看一下哈。来。好的。好，再次谢谢所有的演员们，也谢谢所有的媒体们，谢谢。然后我们呢，先请我们的10位主要的这个演员们先留步，那其他的演员们我们可以先继续。媒体联盟的演员先留下来，来，导演要先留下来一下，配乐要先留下来一下，来，导演，然后先留下来一下。好，来，我们等一下会来那个媒体联访。来，我们先站起一点，然后我们先去媒体联访怎么样啊？我们先拍一张是好的，来，我们现在拍一张，来，再拍一张照片，好不好？然后往右边一点，来，往右边中间，好，我们再来一张合照哈。好，来这一张，来，再看后来，我们先视野统一，来，我们先看左边，来左边，来我们左手边。来，比个赞哈！我们27号晚上礼拜六的9点，公共电视呢看13、14台的部分。好，来中间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右手边，好，那记得呢是27号的晚上，礼拜六晚上9点，我们就会看到50年前的台湾，我们从矿坑一路到我们的码头。好 ，OK， 来中间再看一张，来，我们眼神对中间再看一张。好不容易我们的家庭成啊，我们的琼枝姐快跑进来，对妈妈。好，来我们中间一张，来我们先中间一张。来，那我们右手边黄色衣服，来右手边黄色衣服这边，然后在右手边蓝色衣服这边，好啊，来这灰色衣服。来左边，好，来左手边，来左手边的浅蓝色 T 恤，在最左边。好 ，OK 吗？好的，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是媒体联访的时间，好不好？来，我们请媒体联访出来。哎，导演，请来。来，我们那个麦，媒体联访麦，来，媒体联访的麦，来，媒体联访的麦，来。妈妈，来，我们媒体联访，来，这个不能少。来，我们有一些我们就尽量再往这边跑吧。来，我们往这边跑。OK。好，我们 OK 了吗 ？OK， 好。那我们先请导演大家讲一下话好了。我们今天是首映记者会。彰显这次辛迪也跟烈哥还有其他几个演员一起合唱的主题曲，等一下点唱听了也会表演。等一下听众会演唱一首
像跟为我们量身打造的，因为它真的是把我们整部戏的一些情感、很多故事情节，也是像这整个故事，就是累积起来到最后那个能量，是会有很多感动，有很多真正你去那个思考的经历。所以我觉得然后这个司机呢，然后来看这个很值得大家知道。那这次子纯帮我们移动一下吧，来后面。对，子纯还有昌宪，还有文心，对不对？3位男生，然后还有一些矿工的戏码，还有一些从复加工直到落魄。子弟对，讲一下这一次跟其他的3位对手女演员还有资深的演员合作的感想。这次真的很开心，可以跟我们的叶光导演，还有整个演员和演员都有合作，因为我们真的是精忠团队，然后在这里面跟所有演员是合作的很快，然后在合作里，然后这里面真的学习到很多很难的台语，然后让我们的功力又大进一步，所以这次合作真的很开心，因为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部分我是真的觉得可以拍戏真的是很幸福，虽然过程是没那么容易，但我觉得会吸引大家看的原因是真的，你可能是恁爸爸妈妈迄个年代，是恁阿公阿嬷，所以我感觉伊透过导演，伊就是活伫迄个时代，伊有法度上清楚把遐个故事、甲遐个感情表现伫个镜头伫个这个影像顶头，所以真的非常值得大家看。所以虽然这拍戏过程真的是有很多好玩的啦，嘛是真忝真艰苦，参像泡工同款，但是就是泡了就欢喜的。你靠这个有影啊，微波炉打底。王浩的部分，可以演这出戏，其实还蛮开心的。那我觉得最难的是这出戏并没有谁是男主角，谁是女主角，因为导演把所有的角色都分配的非常好，然后也不会为了谁去捧谁，然后谁要对谁而去写这些人物。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每个角色呢都有他自己的生命跟任务，然后在剧里面讨论相互的技巧，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收看肯定谢谢。好，那我们里头3位漂亮的女主角，其实我们的剧情从1970年代，但是今天看到3位非常漂亮的现身，所以我们也来分享一下这次拍戏辛苦的过程，还有跟有的人是跟导演第一次合作，然后。我觉得其实这出戏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故事，然后每个人辛苦，但是这些辛苦最后会发生改变，然后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会知道说是好的故事也是不好的故事，但是每个人生怎么走是不一样。然后其实今天对我来说有点特别，因为我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在今天想要去把跟上大家可以看得到，真的非常的精彩，有上有下。期待一点，谢谢大家，谢谢，辛苦了。两队，我们先单拍一下。来一队，他们一队。来一男一女，来一男一女，我们先，来我们先公开这个。好，来红毯组合，来我们先看我们的中间，来眼神一致中间，红毯组下一组，来阿瑟好，来阿瑟跟我们的明华，好，来我们先看左手边好了，来从左手边，来左手边，然后开始过来，来戴帽子的哥哥，好，中间戴帽子的哥哥，好，中间。好，中间来，黑色衣服的，黄色衣服的，牛仔外套的，黑色 T 恤的，好 ，OK 吗？好，来，我们来下一组，来，这个是我们的红毯最萌身高差组，对，最萌身高差组，来，好啊。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边 ，OK 了吗 ？OK 了吗？好的，那我们现在请所有的演员群的部分进去我们的影厅。好，我们进影厅，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活动。那所有媒体的部分也欢迎你们可以进影厅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好，我们请现场的朋友们帮我们坐下来，因为等一下我们活动即将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我们的活动是我们公共电视谢翠玉执行副总，谢副总。接下来是我们公视企划部的徐秋华经理，徐经理。接下来是公视企划部的苏义雄，苏副理。接下来是公视台语台召集人，我们的吕东熙，吕召集人。再来是我们的导演的贵宾好友们，有我们的陈松勇勇贝啊，在我们的最后方，哎，大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再来就是我们的梁修身梁导也来到现场啦，梁导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贵宾朋友，我们的福华集团总裁廖东汉廖总裁，总裁好。再来是南龙钢铁李锦传李董事。再来是协助矿坑拍摄的新平溪煤矿博物馆园区的龚俊义龚董事长，董事长好。接下来是活动拍摄主场景的地主提供我们庄永志夫妻拍谁，因为这边没有写那个太太的名字哈。再来是我们老矿工的顾问哦，这出戏真的谢谢他们啦。我们的周朝南跟柯茂林先生，感谢你。还有同样支持在地文化的叶吞人叶导演，导演好。还有我们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的蔡和成蔡董事长，董事长好哦。董事长今天穿着矿工的这个服装。是的，再次谢谢所有的贵宾朋友，你们的大力支持。是从我们的入口进来的就是。大家好，我是蔡尚贤。演戏内面，我叫做林文楚，大家拢叫我文楚。这首为你的话送给你，谢谢。路途是百里命，要甲天输赢，好的天。好的双脚打定，肩头来拉。因为你，我不惊，我的心也袂变卦。山若放，海若大，我的爱。四面风，50岁，做有摊，做人活。风在吼，你在看，行我的路。
首你的歌，因为你我不惊，我的心也袂变卦，山若放，海若干，我的爱为你在活，因为你我不惊，我的心也袂变卦，山若放，海若干，我的爱为你在活，山若放，海若干，我的爱为你在活。再次掌声，谢谢他们，谢谢。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一位呢，在里面就是新发，对不对？对。然后我们炮哥啊，演的就是后背啊。我们文心演的是明华，然后我们烈哥演的是李当，对不？明华的爸爸李当，然后我们昌宪是文处，然后呢，千文演的是文琪，对，文处的。哥哥，对，台语里吼，下一的力量传音都不赶快，再次掌声谢谢他们，谢谢，天后天，也请他们可以先回座啦，谢谢，是的。然后呢，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主要演员群们都来到现场啦。那刚刚呢，除了在外面做过见面会、拍照之外，现场呢，我也要一一来介绍，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们。也请所有的朋友哈，如果看到，请帮我们掌声加尖叫哈！来，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郭思雨，里面演的是美珠思雨，再来是刘兆明，他为非作歹哦，演的是明夜。再来是许琼烨，演的是碧莲；再来是廖景德，演的是龙天；再来是耿慧珠，演的是阿偷静嘛，演的是许正南大恶魔啊！再来就是吴林山大哥，他本来是恶魔，后来有点变暴富的好人。再来是我们的许琼烨，谢琼轩，对不起，我看错行了，谢琼轩。阿轩姐她演的是轰嘛，再来是我们的张琼芝阿芝姐，她演的就是刚刚李当的太太啦，她演的就是我们的孝敏，再来是我们的傅子纯，她演的是清风，是，还有我没介绍到的吗？应该都来了吧？还有一位是不是？谁？有，刚刚台上都有介绍过那两位了，对，不好意思啊，谢谢我们的琼轩姐，我刚刚看跳错行。是我的不对啊，小弟罪该万死啊！我都听到了，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演员群们，感谢他们帮我们呈现了这么棒的作品。好，那刚刚讲了这么多，光说不练假把戏，现在进入最高潮了，马上带大家来看看